国际上要紧来看，美国前总统川普造势向开枪，美国特勤局互人批评讲保护不力，局长已经宣布请辞，总统拜登嘛宣布讲会赶紧来找到新的人选。美国特勤局长齐铎拜一出席听证会，向两党议员批评讲维安不力。原本齐铎干那要承认讲，这的确是严重失误，不过家己也是局长上好人选，不受到讲即马态度转变，随公请辞。美国总统拜登嘛发布声明，讲会赶紧找到新的人选。根据上新的气候观测记录，7月2日是全世界有天气记录以来上热一天。地表的平均温度来到17.09度，有专家指出，过去的这13个月，每一个月拢打破过去的纪录。2024年有可能会超过2023年，变作是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年。民众提早的设计电风是要较凉的，店头门口安装喷雾设施想要降温。根据欧盟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，7月1日是全球有记录以来上热一天，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达到17.09度，比去年7月小可悬0.01度。专家说进一步表示，这礼拜气温可能会超过这个纪录，因为在当地的美国、欧洲甲俄罗斯等全球各地的均价。Something we need to get used to because as the climate keep warming,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, we are bound to see new record being broken in the next few months, in the next few years. 去年7月初3到初6，因为气候变迁指数北半球出现的极端高温，连续4天打破纪录。虽然1日的气温只比去年小可悬一丝，专家议员指出，过去13个月纪录甲过去真无同，因为为去年6月了后，每个月拢被列入史上同期上热的月份，2024年有机会超过2023年，加做史上上热一年。If the transition towards La Nina that has been largely anticipated, so the cooling down of the Pacific, were to be very large and very rapid, then there's still a chance for 2024 not to become the warmest on record. 气候变迁指数极端气温甲重大天灾一直发生，有那维持的时间更较长，强度也更较大。虽然国际社会咧推动热能来减缓气温升高的幅度，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依然大大咧增加。公司新闻杨干编辑。